出道已經2年嘅韓國人氣男子組合 B1A4 呢日就首次到台灣舉行小型音樂會，吸引咗3000名嘅歌迷到場，一睹佢哋嘅風采。雖然成員 Sander 因為膝頭受傷，全程只可以坐喺度唱歌，但係其他嘅成員依然都好落力咁演出啊！既然去到台灣，梗係要用中文同歌迷打個招呼啦。不過佢哋好似有啲緊張，搞到走音添。大家好，我是 B1A4。大家好，我是負責 rap part B1 的 Bottle。大家好，我是可愛的顧城。早前 B1A4 到達台灣嘅時候，吸引咗300名嘅粉絲接機。有台灣媒體將佢哋同當日同機到台灣嘅元彬做比較，話 B1A4 呢次接機嘅粉絲人數少勝元彬，人氣高企嘅 B1A4 接落嚟會去到印尼繼續同粉絲見面啦。